大量的乌烟气一直闻出来，大火是愈烧愈严，规间厂房就安尼陷入火海。导火所在就是新港一间铁工厂。透早4点多左右，技术是因为电线导火引起着火灾。当时厝内也有一个伙仔5个人，阿嬷困伫1楼，老母甲伊3个后生查某囝困2楼。导火时阵，4个人准备往2楼来逃生，结果第2后生煞雄雄倒去房间摕物件，剩的3个人钻出来1楼的阿嬷成功走出来，不过第2后生掉伫厝内未赴逃走。是我妈叫起床，我才知道火烧这样，烧起来就快没办法逃下来了。我们就硬逃下来这样。警消到现场灌水抢救，经过伫6点钟才将大火扑灭，而且找到这个死亡的第2后生，也个人已经无气。第一时间呢，他们是有逃生的一个成功的一个状况。那据家属的指称，那这个受困失联者在初步逃生以后，有折回火场的一个现象和情形。那在进去以后就没有再出来了。工厂会起好大火烧起，主要就是因为风伤透，火势去碰到隔壁的纺织工厂，内底材料当着火就炭了真紧，大火才烧甲这么旺。若导火点也有详细导火原因，佫需要进一步调查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